杨瑞大娘娘为子兄弟杨乃武的桩事体，千里迢迢赶到北京，辣营部堂浪向滚顶板高上。上至高镇上，经理想派个钦差，督察与监察御史王兴到浙江点水审问，要拿杨乃武所有的审问案卷，统统交到北京营部堂浪向重新审问。光绪6年6月初3，二十只官员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。到现在，光绪2年正月底2月初，官员安全抵达浙江。大人观察，所有官员离开唐西镇半里町，为什么自家要上岸私营查访？现在官员离开唐西镇半里町受查，大人邀请当队，沈老乡实服消脱，喊一声便上。对打戈壁小麦四线节子门前的姊妹团唐三个咖啡，沈老乡补包补过束腰带，爸妈一双大嘴布鞋子。水里向拿根美长的后衣管，搿根后衣管泡2个用场，伊记在后头同后衣，最露出来当挂上这样唱唱。带一个新妇女啊，叫王仁，一手打扮，3姑娘大人家出来，一个贴身童儿这个，大跳离追到岸浪向，两家头忙正。唐西镇而来，至今是我我所有，是炮哀凉于死心，奔波黄心。去年6月初3奉旨出京，一路之上风平浪静，至今一地浙江。待我私营查访到余杭，定要将杨乃武一案杀一个水落石出。王人是的，老相公，随我来。老相公看仔细。王兴带着王人忙着自唐西镇而来，搿么还有人看见了预告，但是因为大人一身皮肤厚爱口清。别人家这当里大人家出来水长个家王先生，一眼眼看不出你谁是钦差王兴。现在人打进唐西镇一看，哎呦，四面蛮难嘛，高楼浪向清清爽爽，引人臭泪不息。江头思想真是别有风味。再这一口气一口，哎，只看见一杯茶杯的，门口挂开一块德国四方牌子，上头白底红字3个字龙有茶，但是这个茶字呢是用黑彩色来的醒目。门口里还有个人，40开高年纪，黑苍苍皮肤，一张水戳了眼里，一张水了打在后，智力为了啦黑。阿玉啥人要到鱼上去哎？杭州开得在，趁杭州要得明着的嘞。我现在惠州鱼上。顺便到当都去，家里实在便宜个是便宜啊！哎，阿姨上人要到鱼上去哎呀，大人想吃着玩，我谁也想到鱼上，不过我想趁杭州，至少因为杭州浪向人多，可以打听着啥些消息。比方讲，鱼上只有半身的哈，杨乃武一案嘛，阿姨少有往小白菜人啊哈。但是现在李老师杭州已经开脱，再等我一杯杭州，谁在等明着子了？哎呀，让给他单个要知道不必。那么李老师以啤酒去买个，让我称之里个啤酒吧。所以大人想是是大堂的包酒店在哪里？我有个老先生客气的来跟我包酒，那老先生你看咯，阿哥讲，哎，都是下头帮队里向订好只黄金拉片个小花船。冬雨刚刚上过，出光随心，搿只手就是我给。谁是说来你是手家？嘿嘿，我是也是个呀。大人一口定下一只小船，
虽然现在是光彩光云，来得个清爽。守家，像我今日到余杭，明日到杭州，不知你的宝珠可方便否？有个蓝先生说的客气，跟大家方便不方便？你们也如个看人到路达么也得里路达，实在方便个。那么收钱多少？收的呀，刚才我讲的呀，今朝么比如到余杭收的费得个，再过这两个样的走了的孩子。那么老先生，你想着两官里泡上个用人，那上个厕所也两官里的了。那么呢，明朝的呢，从余杭也到杭州嘛，三个月一只样收的多。是我今你2块大洋可好？我收了你想法办个快口啊！不人家苏州人杀不高，搿北方老先生非跟的，我讲1块，我给你2块。我早晓得没和我讲2块嘛，你拨我4块得了哇！哎，可惜。老先生，你跑的是对的无该，我懂喝去个，你对我喝，我对你也喝。导致我手浪向特吃龙井茶泡一杯吃，夜里向弄啥地胖嘟嘟，你看那哈？这倒不是。搿么老先生，搿么几位客人？2个。位一位呢？一个旁边，上年买大一买北方小伙子，哦哟，有点摇头呀那个。搿么老先生，还有何人？没有。唔办的。啥辰光开售？随即开售。马上就开售。没哈，这地开嘛，这地打。稍待片刻。阿四有客人在，小主也过来。手浪向为个伙计叫阿四，听见老板讲有客人没有进，小主也过来，大概打来人一接，挑杯一个。老先生，来，请来何事吧？到人家天灯手，手场里向身体受定。王人又到手场里向，到人边浪向一来，那么家来吹条，高子罗到水里向趟，我浪向一点么个只手的打开，那么个只叫做到人称归大热呀，才是四平不稳。现在三如行得实行况，对在觉着问守家，要问谁？哎呀，老先生读过诗讲，哎呀，孟子《论语》浪向有这样一句话，叫“手不忘哟，必之于哟”。此手不是那手。你只讲声音不讲字眼个。哎呀，有气啊！说只讲声音不讲字眼个介绍。老先生，到这个余杭去嘛，你还是到东门嘞，还是到西门桥？到东门。东门啥地方？昌城。到昌城呀？哎呀，巧噻，之前也带我个父郎哇。哎呀，有气啊！自个父郎介绍。你一直在昌城。我昌城镇浪向人呀。咁老先生，咁么你到昌城嘛，到底还是去张清军呢，还是忙朋友呢，还是请郎中了，还是喊老娘家？喊老娘了，要么西讨养儿子，不能当那个事，我不就是钦差大人。我去买些东西。买点么子啊？昌城镇浪向买点啥么子去？但说不出，买2斤上身锅吃。一想，临这个辰光，活动就当我是余杭吃丝米的。我去买些丝米。买丝米？买丝米个烂客人哇！哦哟，怪不得面孔少得来，啥辰光看见些个？哦哟，那去年还来过。哦哟，你不看见那今年装载。当着地少了还，谁要打吹？哎呦，老先生，咁么呢？买丝米嘛，还是到杭家去买呢，还是到人家去收呢？我到杭家去买。杭家去买，哎呦，样板出事。那，我来讲，老先生，你买丝米杭家去买不合算。老板个把单举下来海，老里个客人进去，他一单，价钿举不合算呀！你到人家去收么便宜哇？沈家我不太熟悉，只能到杭家去买呀。你不熟悉，
我说这个呀，我老土地话，我领来去哈子哇，多谢了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给。大叔家，到长期要多少时呀？夸死个，不叫路呀。哎呦，老先生，你运气蛮好，说个你一到树浪向，方向走脱是哇？哎呀，现在顺风走啊！我来炒棚啊，回杆棒举起来，棚夹索一松，嘚儿。砰砰吵起来，那么搿只就夸张，忙正门里去暑假，那哈，我真心觉得气闷啊！气闷啊！哎呀，老先生，你两旁边个窗分开呀！你窗不开嘛，是就闷着了。窗打开来，空气一流通，马上就发闷，而且胃口一口口要紧了呀！那么大人关在皇城，我两旁边个窗开一开。现在是正月底二月初，真是为春光明媚，春色宜人。大人看到外头有个景色嘛，这个心情为之一畅。真是为阿弥无穷，春生下长，秋收冬藏，这个是一点点才不会得弄错的。像你做官的，应该也要春风，使得老百姓的心浪向眼里都得到一些好处，过上温暖。实在是傻，十余不举，这样虽国民之命感。那现到余王只有来讲吧。他们王位神称名无谋，将民之命高兴是上，所以我们神该被毛教庄。
现在来得该打，谁也四行出访。我遇上只有个事情，所有的天上汤水里的确是三国民之命的灾害人民，根本不想客气。我谁也努力出征所备。大人日们想到神仙，得去多少人呀？一对你们呢，看看不对，和和秋子低头的来书生。不特斯文强，引动手家相遇山。蓝先生，手家，看上去你也是个读书人哇。你真会取笑。来看看我大老粗一个，哎呀，我手浪向个看人读书人来得个多。虽然想公举名了，要收拾我个手呀。一家一上么喏，我总结出一条规律：读书人啦不开心，一开心嘛低头的呢，哎，看不得下圈子抽水星拍大腿，侪要拿出来。刚正我冷眼里向了看见那老先生一股子哎呀，笑嘻嘻低头的呢，看不得下圈子，一看嘛我就晓得你读书人哇。搿老先生，你读书嘛按中国收财呢？啥叫像按中国收财？不能当那是有许多人了还。哦，我有一种歌。分中国收财，还有只老中山。不，老中山，讲错改。哎呀，搿么老先生，反正我也讲了呀，年纪也不三十哇，独自这样几个年数诗，哪弄得现在收财分中呢？哦，过去太就荒唐了。年纪轻的辰光不懂事体，读书不用功，那么读书读不出嘛，该行做生意。不过老先生，我看你搿只面孔是一点也不像做生意的人哦。你搿只面孔嘛，三个做官官，哎呀，你看那天庭饱满，地国丰隆，一路官泡的蛮多，而且呢，做起官来了，一定不香。从一品两品不稀，他一摊板子，要么反正做起来呢，起码十七八品的了吧？是的，这个也不是带皮包了。哦，老先生，所以听我劝，生意嘛现在唔做头个，市场嘛不景气，弄得不还么出家地皮光，你还是做官吧？你要做官么呢？哎，痛我啊！哎呦，看不出你也要瘦个，他有点老大了还呀？哦，真样托你。现在让我跟你讲，做官啦，讲难么难，讲便当蛮便当的，用不着文采，只要钱财个。你懂的人子有没有去揪一个官做做啊？哦，怎样揪法？怎样揪法嘛？我来个，你放心哦，不需知心费个。嘿嘿，那哎，老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做起官来啦，进官你非要揪。皇帝边浪向，半家是同半虎狼，那么你不能放手去刮个呀？你一不当心，刮到皇帝头浪向，这个名字叫跑黄瓜儿了，黄面孔一般嘛，出门出灾有危险的。所以进官不要揪，要揪嘛揪地方官嘛。不过地方官还有讲究啊，你地方官嘛三大线你不要揪，我三大线听听你还听，一三子记喽。刮下来个铜钿3月31大家擦擦分分嘛500几钿，所以人有就一个知有官，天高皇帝有搿个地方里独独，小皇帝这样一个，那不过就知有官呢，还有讲究的，种地方别去，要给副地方，就像你鱼上鱼米之乡。还有事做呀，嘿嘿，你个鱼上吃鱼一生活来，我养的老早输赢了，去年精神满载呀，不舍得离开我，有事做啊。上司啊，么你想嘛，拾点银子，吃女婿，当地嘛乡亲父老嘛围炉，那么上司了，要么得子同龄人是眼看眼闭，这娘里等我去做，那是不得了这。去年个穿着下来，养地不离，路上不举为得嘞。哦，哎呀，当年讲我现在当厅里的事情问，阿寿家，这个余杭只有姓什么叫什么？姓啥叫啥嘛？姓么姓吕，
叫啥个洞？哦，大概叫乱马洞。马桶里只会得哈个啦，需要好是。我不叫你名字个呀，这名字有啥叫的？我叫你啥姑个呀？他的孤身是哦。孤身啊！有一个差个。什么差哈？叫黑彩皮灯笼。哎呦，不灵子，皮灯笼已经不光，外头天子黑彩的一天的光头才不走哎。乃这个布应该光家四方，得披众生。来这么这个布被人家讲的黑彩皮灯笼，意思就是说，各个一个地方浪向老百姓在生活了后之中。周家，因我要叫他黑彩皮灯笼。为啥要叫你黑彩皮灯笼？赖先生，还是你要当听啊！搿手老人一直辣讲苗头呀。搿个老先生讲买私人个客人，我不看一点也不像做生意个人。是这样的做骨干啊！我晓得啊，杨树英大娘娘正经滚顶板高上上子高正经里向把清爽黄心出来，手手肉家差不多应该得着讲。啊，为搿个老先生，就是钦差大人私上采访啊。老先生，守家，你要问我，牛牛蹦蹦讲不难听啊！阿四啊，你来站头，我在老先生配对配对。哦哟，拿这个手浪人去进来，站头不站？怪只阿四来站头自家忙正，手厂里向进去，讲起个桩事体，我个范主任不厉害得来好可悲啊！大人看起地气。余杭只有你呀，吃眼里，而且老师，一个犯之人不厉害的哈口，快会得卖出一张案子噶。咁么大人想，虽然我为子杨乃武的案出金，但是别个案子我照样可以问。守家，你的犯之人姓什么叫什么？我个犯之人姓啥叫啥，姓没姓？不高兴了不管。究竟姓什么啊？姓杨吧。哦哟，姓杨么样子呀？我杨钱哪吃得些？叫什么？叫杨乃武。叫杨乃武。一看个楼先生听见杨乃武个名字，眼睛就是喉咙三杯响，家伙这里指了指，叫杨乃武。有点像钦差大人。老先生，杨乃武你还晓得噶？我谁是为这里来的呀？哎呀，记住你个位置，你就是杨乃武，可是最憨的。天下世界同名同姓人多啊，非龙车之家。守家，你晓得这个杨乃武？最后生涯是在哪里呀？是么是啦，昌黎镇浪向等同乡。怎么正郎中间同治12年，心中举人杨乃武杨老爷鼎鼎大名。可是不会得错子。我谁是为这里来的呀？守家，真是你的犯之人，见那余杭只有害得好可怜。你还是要问杨老爷的事体呀？苏老人老师呀，十分之不久，这个钦差大人。要你毛市面的老客人们来到这我树浪向，应该打听打听，该到市面的行情，高低们那还喝什么喝？顶楼之门，余杭只有孤身呐，杨乃武冤枉呐！哎呀，倘若你真的是钦差大人导致我受浪向时，可是灵光在，杨老爷乃余波忙在，搿些辰光受浪人的言论，嘚像风车一样转个无不停啊！手家。脚起你头，这位老先生对你无有心，文不虚。我看他我梁上家是谁客，他们起于西安文州。莫不是云茶饭的文林对，文林的啥么子？还有受让人自家想出来的，钦差大人你叫文林头个东西。
两养老院，他们落入好事上真实，早晨也被人背，生意淋雨命难累。想姑姑想后送来时，和睦从容守矩。好姑们难得见，丈夫比地远，好人受屈，对人乐悠悠，我妻子样样很不虚。我们虽如草民人一个，我只好的是相处，是非却是在心头。我们早已盼要一句，我们盼望那内务出为何得自由，我们盼望那不开欧名见日头。作为老先生，大体的不许把有人问。我从头只为来受根伤。哦，蓝先生，搿桩事体我从头只为讲拨你听。同治12年10月17日，杨老爷叫我只茶叶到北京去观看。那么杨老爷要没翻出去，出去总归叫我只茶，所以我家里是我个万主人。那么因为一好几个同窗还有一道去，个同窗还有大概屋里向有点事体分来，倒是来自个只黑彩皮灯笼。旧账由我们一一批转，纸花呀面拿杨了要批到外门里向么倒是手指不往里。因为昌邑镇浪向出这张人民案子，倒是讲杨了要10月初9送到批上拨了人家家乡，拿人家男人读啥么满腹得都命杀过啊！事体分弄清爽嘛，来那么多重要呢，我才晓得嘞。10月初9养了要人根本发了昌邑，哪会得送砒霜呢？哦，他人在哪里？人辣杭州呀。10月初8是我夜里去的呀。搿日子，当么养了也要到杭州去，要几个同窗还有么商量商量正经观看个事体。那么搿日子天来这个好嘛，我对杨了要说杨了要今朝风平浪静，还早点到杭州去吧。李师妹。今朝拨人家要来，叫我去得人家负责个。那么喏，隔脱一些些嘛，随时你同镇有个队伍书记，搿3道10月初头浪向生毛病。那么杨老爷施政节约分文不起，一张房子2天样拿人家毛病看好，10月初6去个。那么今朝初8咯，2天要吃光着咯。那么喏，搿3道我婶娘叫戚婶婶。请杨老爷到你屋里向去复诊，那么我唔少重要，我不想杨老爷跟你一道去吧，那么跟杨老爷去，但是到个队伍师傅搿些的屋里向嘛，里多高些，差脚3把这张面孔标致得不得了，蹲了下头蹲，看见杨老爷来嘛，不能等，领你到流浪去看嘛，不多一些些嘛，人下来的，那么我请你都听见杨老爷得个3把才讲，是的，你多男人嘛。没问题个噻，毛病尽好个噻。我们现在再开张房子，2天夜只要调理。今朝嘛，我要到杭州去，等我回转来子嘛，再来搭理看毛病。那么这个3不在千多万小，养了呀，我说，那么我夜里到杭州14回转来的了呀。等到回转了嘛，不晓得里头个男人已经8搭个走。好，
来的，啥意思？他哪不懂。那谁不懂啊你？你个鼻子啷个在，是个鼻子弯个在，我个鼻子硬个在，你还懂？哦，是的了呀。是特这呀。那么呢，搿小度有唐王兄弟，搿文清到衙门里向高上么倒是搿小白菜满杀青子。那么侬个小白菜坐到衙门里向，不晓得小白菜面孔标致，良心没等出。到堂面浪向来讲一拍。刚养了10月初就送到砒霜不里么哪里个男人毒杀他是满腹豆腐，而且对面只黑菜皮多龙穿得来，弄个爱人当夜台点个三个脚前不生前不扎前，也是翁不断，一看我说养了也不晓得10月初8到爱人当去买过砒霜个都是。那这样些人害呀内部，眼光里一粒不是这咯。真正有这许多人害他呢？不这许多人哇！你讲这这样些个名字哇？一个字哇，前八生何名叫前八章，三名叫前阿瑞，外加里是翁不断，前八生前八章前阿瑞，翁不断，一个字。一个人哦。哎，那么呢，就这样养了，要把里头两家的一看我什么，叫一看那边，当面浪向叫冤枉个只黑菜皮东东去，马上变做容易，还有被子。比打滚弄到现在狐狸绝音啊弄出来着，哎呀，养了要几次昏厥，搿十股心很酸了。昏厥浪是救星，再叫你走，不走再用人。那么你讲你看个害人为一个别读书人，大家看不过去，外头哇啦哇啦在那讲，养了呀，你就这子吧，你否则要死到堂面浪向。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五常识。你这子下来，你到你到上书衙门里向去，深有感伤。那么样了也没办法，儿子眼里么叫出当人者。那么我就得个十过去个草叫里黑菜皮灯笼。那么搿边读书人的吃喝个，实体上书衙门里向各种。经过杭州知府省、大连衙门省5个知府会省、6个知县会省，弄到后身来3大县为什么？你都步步相互，侪是讲衙内务，满腹大户，偷吃私财。那么搿桩事体越弄越大这样，弄到后身来把那北京三光晓得。啥人三光？光是光听。也是光是，光是光的叫三光的。哦。通光四三嘛是三光啦，三光弄不清什么就告诉来他不要。啥人来他不？西太原。啥可浪的？那么西太原派个钦差出来，姓胡，蛮大个官，所以大家在叫你糊涂官。这个糊涂官，他的的确确糊涂，都是为是牛铺呀。非得侬养老要破去私营么，账铺里到屋里向个人，再不好听么上司衙门里向去申冤，省得万不正常。侬杨家门一家二三，统统全部关起来，不晓得把你留脱一个人。哪一个？杨内务有个阿子也叫杨素英。因为你搞到一家去嘛是一家的人，所以搿个实官不晓得。杨素英搿个大娘娘好好，为子兄弟的愿望，千里迢迢赶到北京，营部当浪向稳定被告上，哎呦，身浪向出子380几个洞洞哦，肚上一头一头流出来哦，分析呀。哦，真还不是。观世音菩萨保佑吧，大娘娘好人呀，已经哦啊，75了年纪的呀。那么呢，上至高升。京里向派一个文领队出来，什么文领队？钦差大人问。刚才我身上走完。哦。哎，那么这讲个老百姓嘛，大家在身上头军上等，哎，希望文领队早点来，我往上等呀。最好嘛，这个文领队嘛，时常插风。最好嘛，等我手浪向，那么我点点多多，我养了一个冤枉事体讲不里听。倘若你是清官嘛，我对你蛮客气呀。哎，拍杯龙井肉不里吃，弄啥地胖多多。倘若你还是糊涂，那么老是讲唔少客气。你别这样，你讲子好笼统，说到你河帮里去了。不你搞得了后门铃铃。哎，守家，那么钦差大人不信必怎样呢？不信啊，不信分眼个，还是你的真凭实据。哦，啥里为凭证了这个？哎，可能拿来我看呀。你要看真凭实据。是的，钦差大人们，你就这样真凭实据一看。来，等下，凭记被小客们里向拿出本账簿，搿本账簿可是当年的灰尘八部，啪啪清爽。哎，阿先生，来看喏，搿本是我账簿。冬日11年10月初8，我要养了要到杭州14夜里回转来，一只羊手提记了账簿浪向，搿个也是凭据。
随侬凭着脑袋水里向，从第一个翻到啥么一页呢？不让你有3个字。手家，你谁在哪里？认不上，王夫人虽然看不出，还不来管，我来翻不你看喏。侬也看见了，哎，杨来要收地1块。大人先叫我写出来呀。杨来要3是哪写啊？杨么是杨妈妈的杨，来么是写字的写字，要是为一盒子2片哦，你算要上胡子的。1块大洋的呢，我的画个球球。大人想可惜，他是你想到淡定一点了，我大为不仅可以作为凭据。现在呢，不怕用上。手家，莫以用处。没用啊！哎呦，参议文书还多呀！我康到现在就是怕搿句用了。放好了，不懂了，轻轻得了，好，放好。刚才让我问个清爽。啊，手家。哎，赖先生。哎，这个家有多少人士？哦，搿家有几伙人人不多的。搿3头洗脱3白菜吃半什么？屋里向为个搿3头的妹子，3白菜的姑娘，叫搿3个。啊？搿3头为一个妹子，叫搿3个啊？搿么这在里说的是事情，跟儿子有关系，应该带儿个咯。哪不得啥？哦，年纪太小。这搿3个多大年纪？不晓得，23岁。没头子啊！搿这样说起来，儿子发生的辰光已经16岁，可以带儿，为啥不带儿？肯定遇上只有上业事情。哎，手头家，昌医生可要到了。哦哟，刚刚是蛮快的呢，昌医生就到这。那么小时看我大人上午到搿家要释放搿3个，受访得知。